今天这房子盖出来就是为了亏钱，不仅126平，南北通透双阳台，而且还是入户专梯。但凡你有个工资几千块，这里8500现房装修，你随便看。嚯！俗话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但是为什么丑和穷能同时拥有呢？要不是开发商拱手相让，像这种装修的富丽堂皇的房子都不知道上哪找。再看看这6.8米的大阳台，更何况还有一线3级，就算是丈母娘看了，彩礼都能少几万。俗话说，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力，而是选择。选择对了是2拨千金，选择错了，努力也白费。不然这2150的温泉度假大牌就要和你擦肩而过了。但是我们要记住，生活只会让你苦一阵子，等你适应之后，才会让你苦一辈子。能用酒解决的事情，就不要浪费自己的眼泪，因为上帝给我们关了一扇门，就肯定会连窗也给你封上。关注我的喊人场。